乡亲啊，咱感觉最近天气真冷，但是透早都遮尔多老大人咧排队。这个所在台北市茗甲龙山市，19号开始开放现场排队，要创啊点灯啦。每一天限量800张号码牌啊，真侪人啊，不管天气偌冷，反正去甲排就对啊。啊，佫有人用轮流的，就是你的亲戚朋友叫来啊，吼，大家叫轮安尼，为着希望咱抢着第一位，抢着头香啊。 天也未光，真侪民众赶甲4准，衫穿甲高嘟嘟，嘛伫碰水无化，在伫咧椅下，哪排队哪开讲。这是台北市网界龙山市，便人往里头真侪人都去庙会点灯，替新的一年祈福。今仔日龙山市开放现场排队点灯，透早6点发号码牌，7点开始办理，会持续办到17。真侪民众伫咧透早就排队占位，排伫咧第一位抢头香的林小姐位背后就开始和亲友伫咧轮班。大概就从8号开始，最主要是药师灯，那再就是平安灯。平安灯就是搞平安，全家平平安安。以龙山市为例，文昌殿和圣母殿拢会当点光明灯。调查伫咧一个是祈求智慧，一个是祈求头路顺利。药师灯是希望消灾延长岁寿，并听关键好日子。财神灯是祈求生利兴旺，吉祥灯是保平安健康，平安灯是希望合家平安。时间一日到，民众拢来领号码牌，逐天的号码牌限量800张，第人限制领1张。为着求平安，民众半暝排队替厝里的人祈福，希望未来日子平安顺心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